家生活喺大陸廣州，我亦都係一位大陸人。我經常出差到香港或者過去旅遊幾次啦。整體嚟講，我覺得香港係一個非常之我講唔出呢啲感覺，好似每個人壓力好大，每個人都好匆忙。對比我依家生活喺廣州，我覺得廣州呢度好接地氣啊，我覺得好舒服，物價又唔係幾高，然之後食嘅嘢又好多，又好食。每次去香港度旅遊，我都覺得真係香港人生活壓力太大，尤其係年輕人。其實我有一個提議啊，香港年輕人不妨嚟到大灣區，深圳啊、中山、廣州、珠海，不妨嚟呢啲地方睇下。其實依家國家好多產業都係蒸蒸日上嘅，可以過嚟睇下有咩機會。反正去更大嘅平台、更多機會嘅地方，一定係唔錯㗎。香港依家製造業太少啦，冇咩新嘅產業。之前一直係房地產呀、金融啊呢啲比較單一嘅行業。你睇依家大陸嗰度有好先進啲無人機啊、新能源汽車啊，真係好多好多機會。香港年輕人一定要過嚟睇下。